中型嘅海輪，佢可以抵達大型郵輪無法抵達嘅港口。維京海輪2026年嘅首航季早鳥預訂有福利，圓夢歐洲，兩人同行享受船票係7.5折起，加贈送歐洲往返機票。老客戶喺呢個折扣上面仲可以減2000蚊一位，數量有限。船票機票活動係截止到2026年嘅2月28號。如果機票自理嘅話，船票折上仲可以減3000蚊一個人。尊貴禮遇全程無憂，贈送歐洲機場嘅接送、入住陽台房、全包餐、船上 WiFi 服務、港務費全包含，絕對冇任何嘅隱形消費。維京號船上有全程中文嘅貼心服務，無需擔心語言障礙。8月3號首航遊覽6國10城，歐洲地中海文明精華之旅，一共係13日，全程純玩冇套路，帶你遊覽西班牙、法國、摩納哥、意大利、希臘、克羅地亞，日頭岸上觀光遊，感受歐洲嘅人文氣息，晚上就返到船上休息，悠閒又自在。船上又有泳池啦、休閒吧等等。本次嘅航線係喺巴塞羅那登船，威尼斯落船，分別帶你遊覽以下城市：巴塞羅那、伊比利亞半島嘅藝術狂想之城；馬賽，法國地中海嘅港風煙火地；蒙特卡洛、佛羅倫薩、托斯卡納嘅文藝復興搖籃；羅馬永恆之城，千年嘅帝國史詩；那不勒斯阿平寧嘅煙火美食之都；威尼斯漂浮嘅水城；多拉嘅浪漫秘境；希貝尼克克羅地亞嘅鑽石海岸瑰寶；科爾丘拉亞得里亞海嘅詩意小島；波浮島愛奧尼亞海嘅希臘風情明珠。如果你都想體驗不一樣嘅歐洲之旅，乘坐維京海倫號，可以叫我蘇小姐發返份具體行程俾你睇下㗎。提前報名嘅話我哋係有早鳥價，非常之抵㗎。Hello， 我係喺中山大涌開旅行社嘅蘇小姐。旅遊記得關注我。